宋尚节，伊是伫清朝尾五四运动真少数有能力、真熬会当去到美国摕到化学博士，但是伊伫遐信仰所念，伊转来到要中国的船顶，伊就将伊的文笔全建个大汉。伊讲这个世界亲像粪扫。伊讲，伊一生要放下到处，当伊安尼行的时，伊的名流传万代，伊捌来台湾传福音，捌来逐所在传福音。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无同款，但是你爱好好去想，这个世间是怎啊过落过？是上帝的眼内，一时一刻，亲像千年。所以咱应该会晓选择迄上价值的，就是服侍咱的主，互咱的教会更较富裕，互咱的教会更较爱主，互咱新华这个地区侪侪人，亲像迄天咱咧报佳音共款，拢甲咱的手，新华的百姓真善良，伫倒哩咱笑话，有个人点头。袂惊人吵，伊无，伊做行咱的手，这是上帝的计划，这是咱发出的歌，是偌一只三路上上中心的所在，伊要加做未来所有生活的人的希望。求主帮助兄弟姊妹更加认真，为着这个使命和生活，这个教会，和最最兄弟姊妹，和最最生活的所在的人，拢来感恩者，我的心充满感谢，各位请出来。心来感谢。心思意念，交一个手中，祈祷各样所祈祷的圣名，阿门。